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，到当时已经要2年半的时间啊。乌克兰车拉为东北部拍入去罗西亚的库斯克，罗西亚总统普京是赶紧开国安会议，派支援部队去阻挡。车到的时阵，还阁宣布库斯克进入紧急状态。罗西亚当局讲，已经有为边境甲76000人疏开，还阁警告讲，战争已经影响到当地核电厂啊。无人机的镜头显示，伫个攻击边境管制站了后，真侪军人行出来，摕白色的旗仔艺术投降。这是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切切公布影片。俄乌战争发展到暂时，就要满2年半。乌克兰车落为东北部拍入去俄罗斯国内的库斯克地区，佮公布真侪俄军投降的画面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到，这届行动是俄罗军方作战的能力。І сьогодні кілька разів вже доповідав головком Сирський щодо фронту та наших дій і витисканню війн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агресора.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нашому підрозділу Сил оборони, які це забезпечують. 对乌克兰的反攻，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俄军进步，还有战略失误的质疑声音。俄罗斯总统普京嘛伫当地车到召开国安会议，决定增加援助的部队，组织乌克兰的攻势，嘛宣布库斯克进入联邦级的紧急状态。当局认为乌克兰的目的是要转移俄军的火力，减轻俄军伫俄东战线的压力。因为库斯克各地当咧发生战争，当地政府嘛紧急替居民安置。根据紧急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已经有超过76000人被送去安全的地点避难。 Семья выехали в Курск, но кто куда,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, а мы не знаем, куда нам. 部分俄国分析人士估计，乌克兰暂时已经占领库斯克差不多260平方公里的领土，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俄军拍入俄罗斯上大范围的作战。俄军嘛伫车到反击攻击乌克兰，顿的此刻前线已经超支，造成10外人死亡，40外人受伤。 俄罗斯国防部切实表示，暂时已经毁掉俄军伫库斯克的一个指挥所，还有数十台战车，嘛提出警告，表示战争已经危及当地核电厂。而乌克兰是讲已经破坏几60只俄罗斯的船只，甲前年去政治平台。国际新闻电视台朋友。